一位青龙看到爸母的年岁开始变大，放弃药水的工课，接出来做茶事业，希望将台湾茶推广到国际。台湾茶在国际上真的是特有的品项。那我也是希望说，借由我们青农在努力这一块上面，让台湾茶可以在国际上面发扬光大。新科技结合旧产业，玫瑰开始种有机茶，发展出符合少年人啉茶习惯的茶包。连续3年得到米其林比赛3星的好成绩，让大家知道说，有机茶不是一般人家觉得说好像有机的都不好喝。那我们经由这些技术科学管理的方式去把它改善。女儿除了传承传统的制茶技术以外，还用新的高科技的方式。我们现在的烘焙大部分都是用新的眼红外线，还有就是在包装也是一样，进一步推脱传统的方式。透过回乡青农的打拼，相信未来农业发展一定会愈来愈好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